幸福的味道迄嘛个喏，因为啊个幸福的味道，迄食到妈妈煮的菜饭吼。南庄有诶好山好水吼，东抢的水又东善忙的农民吼，种出当好的东西吼。所以呢，我就是转来啊，用故乡的水、故乡的食物哈，来做当好食的幸福的味道。丰内村较山档啦，加用一个小旅行哈，可以带动地方的文化，在地食材料理片段，多讲下来，适当爱的菜当欢喜，农村的妈妈大家都当快乐。转变的话是从爸爸生病这段时间开始，因为他是癌症末期。去一下法学先了解家人，多和家人聚在一起，这是最好。春意水讲人言，江浙调重现。春风过去抢命多，后梅爱哭谷一天。日下小满雨下仙，梦中泪风思念。西瓜清甜梦里望。渐渐，日久处处添归烟，年年应团圆。日东小雪十万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南庄伫大家看起来，一切就是一个世外桃源。伫了美好的自然环境底度，孕育出众多丰富的天然色彩。今日就来哩拜访菜地的乡亲，看下其他都用的发挥故乡，分享上帝所培养到位的好美食。来哩！南庄乡一只配山庄水的山上。要离开世间独立的美感，目睭看那个去，都是恬静安详的古朴风情。蓬莱海像是南庄山上的面貌，因为南庄多年融合的民族文化，其强烈的水质、滋养的菜地的农作，为南庄的美食顺流飘香。今日头下马，我去前面的南庄的模样，看那怎样用菜地的食材来做料理。二姐，哎，明珠呀，来了哎，对你非常的仰慕，不要这样说，客家一姐，二姐才是真的让人家仰慕。堂哥啊，你都南庄要到尾还出了名，还不会做料理耶？没啦，不过哈，我等一找味手是我的秘密基地。真的？这个东西呢，对于我们的食材有100%的加分作用。南庄还没算懂书哎，哎这还有什么秘密哦？哎呀，我等一下的味手，你一听某一个。好，来去。走。望乡林太子，南庄客家人，老阿姊两三的退休的年纪，正开始人生料理的甜蜜村。这样是因为阿妹过身，让姊妹接上的阿妹的好孙女。详细考虑过后，向三人热情转家乡，结合菜地的好食材，用好美食传达这份家乡的小暖。秘密基地啊！我要让你看一样东西，在这边吗？没错，会回音哎。哦，亮吗？开。来，你看这什么东西？你摸摸那个水，有没有凉？有哈。这边边的这家黑马该水。这里是山泉水。山泉水就是你的秘密武器。没错。真的。这是好凉，这是我们的材料的最主要的元素啊。整个南庄是雪山山脉的支线哦，
所以几乎是所有山的累积的水的累积。你被你这样一讲，应该可以现喝吧？哇哦，你这个水是甜的耶，没错，甜的一点都不夸张哎。真正的山泉水。我有疑问哎，因为其实，在山上的话，清凉讲肉一甜过后啊，奶茶带下来吧，它会变脏吗？唔会，真的。对，你落太水哈，河坝的水全部浑浑哈，这个水永远是清的，终年不断，没有，从来不是没水过，很神奇吧？这怎么感觉像是被眷顾的水啊？对，当然要带你吃的东西哈，那抹掉一咪哈，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一样。真的。较好嘅素材咪唔當自家嘅橋調，食材還係家鄉嘅好，而且做一個南莊嘅模嘢，家鄉嘅好味思，一直表啲家嘅心肝度。除咗用南莊嘅三泉水做材料，佢還較係行高嘅山上嘅各隻骨頭，佔最好嘅作物，留菜地小農合作，想要用清簡單嘅味思感通所有嘅人。今年会蒙蒙的哈。所以二姐，你要当来了前面这个芦苇，你就是也是你的食材啊。嘿啊嘿啊。阿金狗老很重的呢。嘿。哦，要马芦苇啊？你喺邊度？較熟。嘅啦，較半啦。較半，較較強。強嘅啦。金狗總會清用心。真嘅。總會我前嘛金狗呢，一擺吼，我都特別行，看到幾多個鹽嘅復蘇爐嘅亂，我專門阿金狗講，用多個鹽亂用啊，無色腳嘅。亂出用樹去鹽沒有？阿金狗冇識用嘅啊。冇啊。行我自家去鹽蟲嘅哦。係啊。很辛苦吼。唔可以辛苦誒。等年省人都做呀，冇聽懂。哦。哇哦！哎，檳榔烏紅啊，所以沒採訪過苗栗的鐵山，對不對？其實有松松、軟軟，又有香味，又會甜啊呢。而且quand你安樣行到田順看到阿賢哥，你就跟他搭訕，他就跟他買芋頭了。係啊，佢種嘅東西哦，你就放心哈。一天冇落藥嘅沒有哈？啊，那個水質也是都很 OK 的哈，沒有污染的水質。自家撿食材都要自己去安樣行來行去安樣撿嘛。係啊，你看看你行的路暗色。你都在養好二周嘛？剛我還不知道，可是我已經發現你撿這個食材真的很用心哦。連愛水佢自家去開水，愛食材自家來買，安樣撿到田烘了。所以可見等下食下東西應該係非常的厲害。雖然含啲沙下來做乜嘅料理，唔過今日但請老二姐安用上山又落田，萬那嘢撿食材，就啲記得用錢嘅心思留啲頭。就算撿食材，就像過關遊戲用嘅，每接上要當到變數。唔過佢阿條絕對唔會凊彩買量販嘅作物，因為食起來就係冇窮樣哦。都帶我來做乜嘅料理咧？而且也給順豐咧，老用槍送上嘅係那個。那太極啊。太極。哇，老用就用按講誒。按講哦。對啊，所以我們到底要來邊乜嘅料理？做饅頭。啊，做饅頭啊！所以山泉水沒有用到饅頭底度。嘿。真的。唔錯。哦，做出來會唔窮用係嗎？是可能就低咯。好，那大姐先教我做好了。OK， 好了，沒問題。好了，你把個條面。你看，你要來做番薯。番薯豬啊，你的地瓜，嘿，啊，你做嘛做番薯呢？因為番薯的膳食纖維輕多啊，嘿啊，所以拿出來給把安尼的牛奶乾。而且你看，但這樣這個。饅頭皮的部分料就按多哎，料很多哦。那可是你很貼心，剛才我們去田裡面，你就先把這個準備好哎。對啊，因為這個好食唔好食，這個皮是關鍵。唔會差。好，我先看你的用我做好了。啊，你哪裡？起碼下。起碼去哈。手工的。嘿，完全手工哈。但是再改一邊體呢要放偏薄，體呢裡頭還有些把空氣哈，啊，你撈佢。擠出來哈，按樣嘅口感會較好，嘿，錯，所以按樣嘅時間做嘛創新，安尼嘅番薯要咩去創？啊，你要包，等一下，你按番薯會要包幾條落去哦？係哦，這樣子
吃下去不就是太好成本了？唔会啊，这个叫真材实料嘛。真的一般哈，我就包的哈，迄台农57号。也太多了吧？你们包太多了，它已经包到那个面皮已經攞佢嚟開了又嚟開了所以哈，包到啲出来嘅撞多進來哈，哎呦，所以好，我来吃一下看的。这一步骤啊，莫客氣哈。好，我看我要吃幾多就包幾多，對不對？我剛才看到你們好像是要按照大車大綁哈，你要先來下夠了，對不對？哎呦，嘎一條，夠嘎一條，用條唔怕啦。這個就是哈嘎你，客家人就是這樣子，唔講你色，對不對？就講唔冇色包啊！你這樣有夠嗎？做對哈，按鈕，哎，這樣就好了，超厲害。這個沒有最簡單的一步驟留給我做而已。好，那我們就繼續來趕工，好不好？太子仲係講唔好顧在困好食，愛顧到人嘅身體健康，因為佢哋相信啲食安問題當道嘅顯下沙飛，使到安心康健比馬雞都行較重要。現在農作物唔是瀉藥嘅，無落化學肥料，成本高又產量無按多，高產地度接會度到當道困難。不過也都唔會影響佢糧食嘅結天。對佢哋來講，愛做就會做到最好。各位用擀面棍拿來沾沾不會個配料是老番薯收口冇空腰哈，也係用蔓越莓哦，還有核桃哈，啊個兩部的我蒸成泥哈，都兩部的面皮上，哎，攪香哈，啊，底度再個來包五的，又再個包五誒，嘿，這種都都不會可以說底度全部都會滿滿的芋頭香那樣子，也沒老番薯空腰哈，包都包唔落為止。真的，哎，真嘅一塊是大姐一塊是咸粥的嘛，對不對？張老妹妹叫我咸粥嘛。哦，我說你用啥呢？等於迄細細個就離開南莊了呀。嘿，家陣了，你用乜香港的來做饅頭？對故鄉啊，去講當蓮香啊哈，每飛轉來嘅南莊，哇，空氣風景哈，清早以前嘅對我兩沙叔講，安排吼有機會安尼也轉來南莊帶啊，因為吼來鄉下安尼種前面都好嘅食材哈，就像講有一種養生的理念哈，對，安尼老結合各種食材哈，譬如講安尼嘅滷味啊。有豐富的膳食纖維。對，因為苗栗產的滷味沒懂沾掉，對不對？係啊，所以講來結合各種的那個營養成分哈。你們這些都是在地的，是，然後又都會速供哎。嘿，全部速供哎嘿。還有媽媽的味道。煮嘅眼光啊，係啊。還有東西保唔得機器啊，因為機器沒有辦法。冇辦法捏那個全部綿綿啊，所以一天都用手工啊。這樣子做啲兩姊妹啊，共下做來做，會覺得很幸福。非常快樂，真的。兩對年下嘅兩姊妹，一個家到高雄，一個家到台北，上下港嘅差別，就將佢兩三人嘅身體強樣。妹妹算係浪漫派，食物要求細緻精緻；阿姊算係貴生嘅散發出一種專家嘅特質。總係要求料到又質樸，一南一北嘅差別，點都組合出嘟嘟好嘅饅頭配方。哇，根本一啦吼，其實二姐賣了很多的關子，原來作為這個這麼有名、這麼神秘的，就會這個算是多彩饅頭，對不對？蒸出來真係懂講哎。這是烏誒，哎呀個係番薯，這個呢長長的，這是那個艾草 cheese。還有買嘅堅果，藜麥嗎？對，紅藜麥。哇！啊，嗰倆係南瓜、番瓜，係咖啡，咖啡啊，有豆。真的，哎，我是真正的咖啡豆，真的，对，啊，这个是姜黄。哦，你看，大家有看就好漂亮的颜色，东想一色，而且你这样一下全部拿出来，会让我们不晓得要选哪一个，因为都可以了，太吸引人了。可是呢，我们先从今天跟那个阿兴哥再给个乌味，他我们很喜欢他，我先吃乌味给好不好？好。哇哦！先點咯，
蓬莱村。哦蓬莱村伊迄产天园塞下竹楼学园一般一般，不过了就产天园当做接触到安尼学园的文化，对所以伊迄田园的厨艺是唔拜白公，真的过年过节要打甜板、菜条板。哇哦，哎，我刚刚还一就导游感过来，我跟你讲，啪，就是里面很多料这样子来。来，我们分着吃。你看一下它里面这个料，刚才底都已经不会整都很有，全部已经松松的，而且里面全部扎扎实实的，全部都是无味料。阿杏果的味。是东来追捧底都啊。跟等下要等下味皮底度就有这玉蓉在里面，重点是呢，要跟阿杏狗的味很松很圆哦。而且芋头啊有一个精髓，就是它要有芋头香。有一些呢吃起来有 Q 感，可是某小咪这个是又很香。啊，对这个馒头亲有先行。真嘅，你用我按会做？有生意咧，按做妈妈也是像我做的，好食的本身也是哈。啊，做了对朋友分享，分享到朋友帮朋友，哇，就有点小小的口碑啊。哦，那很快那番薯哎，你看，动这部全部都会要给番薯头都给招手哎，全部都是满满的地瓜来，一起分享。哦，真嘅呢，甜是可以闻得到的那种甜，那种香气。我讲面皮的 Q 度，迄一般我不会吃唔多哎，真嘅唔会查这个不一样，因为现在人家就是要吃的健康最重要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地瓜是哪里来的？怎么那么香，那么甜？全部都是我们这边在地的小农种的，一种唔会清豆，所以东西唔会豆，它就唔会会标米会某而且他们大部分种切卡色，切卡色它有纯豆，那时候刚刚们来熟，那一方面也是支持小农啦。其实买豆给你呢，不用人家讲啦，一打开来就知道，因为自由不卡，妈妈会这样包料的。没有人做经营做生意会很有劳，规条的不会强，番薯强，不用落去，而且是塞到让它满出来。不管迄在地的遐游客，问讲一张馒头多少钱？我们最贵的35块，35块哦，哈，我试过世界一等贵的馒头，我没那么夸张，唔会10块呢哈。通常我想嘛，你的馒头贵的哈，都是回头客。真的。其实都他感觉给感觉无同样，最起码没用机器做的，用手用手去揉的哈，东西又在地化，而且扎扎实实，完全就是真材实料，真的，没有不用色素，也不用大概防腐剂，完全冇。我下面人家是出回头客，有的会一来就讲哦这么贵，我再往来讲马上你冇买冇要紧哈，2、3次试来看呢。我嫌贵是讲哎呀东西冇了鸡蛋真係貴哈，迄有雞蛋就唔係貴嘅啊，係啊。一出料理嘅用心，對食材嘅使用就低咧，冇插法嘅包裝，冇貼片嘅面試，而落在就做得食到食材嘅順，留料理人嘅誠意。豐富嘅種類，限卡係突破嘅一般人對饅頭嘅印象，各種都有豐富嘅面試，大後都係驚喜哦。基本呀，其实看到刘三看到做给那个馒头的时间，其实大家一定都很感动，看那种。就是很希望老人就会让等到烂夜魔也全部都太够黑，兄弟姐妹还可以聚集回来，你看这是何等快乐的一件事情，何等幸福的一件事。真的，而且然后他就会都两个酸两不开肉包，对不对？你们小时候都在这样给我糖红开的，在这边长大的。做嘛该一口说做了，因为你家都高雄，你又家腿背，一北一南呢。今摆出门就是抱着乡愁。回台北这样哈，回来乡愁解了，转一爽一又觉得乡愁来了，那来去很麻烦。
妈妈做的，以前妈妈还很长的时间，我种俩种鸡哈，盼着某一阵的种某一车啦。妈妈没出的哈，你就觉得你要回来，你要吃到妈妈煮的东西，不再那么理所当然。俺知道这些讲，那我们回去来寻找妈妈的味道。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们感情都非常密切，非常好啊哈。所以咧，同咧转按宴嘛，高雄一年哈。那妹妹还好，台北漂上的较歹，按不头摩擦一下就多的哈。但是总是对我来讲，对我本身来讲啊，这种兄弟姐妹样，这讲见一百面哈。尤其迄妈妈走退以后哈，就讲比较较强的话哈。咧就讲生二胎的，安尼阶段性任务完成的哈，就讲这得来转来故乡哈。来做一样嘛个有意义的事情。不过其实种安样去寻也个食材的当中啊，当初个过一百年是自家的故乡，亲像这条老朋友，新鲜时间的记忆，我觉得是一件当重要的事情。就像人家台湾啊馒头穷用一个馒头讲出一个南庄的故事，因为呀一粒馒头底度呢，其实有包括了当到南庄人嘅无穷用人的生命，付出嘅努力，保护了的土地人呢。好棒。后生时节离开家乡，不过心照一次空地心肝肚。中年开始第二春无限改，对两姊妹来讲，记得就像秋刀转来嘅鬼舞，村外中嘅人心上能转向，幸福就是亲密做得转到无卡。南庄嘅宝是唔单枪一样哦，沙丁天的爱乡下来哩蓬莱村，来哩前菜地太嘅土南岩彭太高。天天家嘅脚步，沉浸认识菜地，来做一场蓬莱县境嘅洗礼行了。泰国就喺蓬莱村啊，喺带啲南庄嘅那一片呢？它南片，我父母嗰喺原本荷兰人来，这啲带有晒行馆，所以我父母馆。我没有做父母馆啊，父母跟荷兰人来咧，父母人来咧，蓬莱，就谐音变到。蓬莱村蓬莱村其係陕天人塞下族老客人一班一班，不過咧就陕天人當做接觸到安尼客人嘅文化，所以其係田安尼初一十五拜八公，真的，過年過節要打甜板、菜頭板。泰哥，邊就蓬萊下係冇？係啊，我父母講咧係。河巴，它水可以當鹹呢，當清吼，因為當杯無買種東西啊，韓國肉炒加水，我說這營養高，給它酸鹼值 pH 值就7到8天天吼，含氧量還8，所以你看南莊啊，父母講嘛準五重啊，你看大家都話父母講要吃準五，真的，所以你剛才說來到南莊吃準，那像這樣溪裡面的魚，是不是要保護它？河巴。即潑太水，佢要從到下節去。我足幾個人去下節做啊！你要上節你要本太假看樣嘅。就是要護魚，對對。本佢做得生生不息樣嘅，永續經營哈。原來係咁嘅。剛剛看到的話，沿着這個木棧道下來，很多遊客哦。像人家都會帶他們來這邊小旅行哦。係啊，本太假吼，認識按父母講嘅人個好人情，韓國友善公眾嘅東西。因為咧就阿婆啊，媽媽呢種嘅菜聽到啊，佢本身人帶意思多啊，做本太假本相啊，係啊。對，你前輩可以還好嗎？那邊就是往下游的地方去咯。洗禮行除脫生態土壤，少嘅地方嘅古，還有在地方人家結合幾道好嘅食材，親身料理嘅故事範寶。對人文到飲食，馬街都有嘅塵土里行，行卡本菜地嘅人練幾道嘅手藝，將熱情、老專業完全發揮出來。聽講沙琪媽媽嘅手藝好到哪唔得咯，日日來啲看啊！天天捧太高啊！哦，我真第一擺啲講，南莊嘅山蛋糕真係貴獎誒。你到嘅風魔港咯，佢就咪唔啲講啲山蛋吼，喊住嘅咪盆地吼，我就是種菜嘅蔬菜啦。咁點解都大家講嚟做乜嘅菜？客家有當愛食嘅咪講肉丸啦。哦。講誒韓國
过台湾高梯，已经很少吃到古一家便当，就连饭都是在地的人，只差便当盒不是而已。对，花叶也是用环保筷，环保。肉丸啦，哦，菜不论哈，个个全部都清正统的客家菜耶。嘿，你安徽煮的话一定客家人，我唔係客家人，你唔係客家人，係我係原住民。你係呀，特別原住民哦。唔係在地嘅，我係南投人。哦，加過來係嘛？係，真的。跟你老媽你學過客家話？在地嘅人啦。咁多講好誒，完全融入呀，特別南莊嘅成班。不過南莊咩當到原住民？係，細下就後家融入呢啲客家，佢哋全部被講客，像喺間樣啦，阿婆計掉都唔會講客，互相都會講對方嘅話呢。好啦，我肚記咧，一件來你好做出誒，好啊，都是要誒，好啊，好啊，可以係呀，你媽係做聽書嘅冇咧？你阿媽計，你阿二中嘅哦，係香菇，都冇香菇，從日嘅香菇嘅話，你主語要用辦講，乾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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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啊，做好好干牛，很像我们的那个干牛的意思。还有那个菜题嘅贵族笋咩係呀豆味嘅，有個係乜嘅？培乾，原來都係那個海帶嘅。你培乾啦，咁你下你要先處理乜嘅東西咧？貴族筍嗰啲香菇。好啊，好。好，我嚟諗切起嚟嚇。你出菜名係嘛？個菜把貴族筍香菇。從你當你都要高逼面前煮飯呢？我係做便當樣過來，我是配合那個在一個小旅行嘅係個便當。就會老龐太嗰個豆味嘅，你行嘅話就做得落豆味是菜貼便當，太棒了吧？那這樣真的是從人家講深度旅行嘅哈。我哋個食材哈是全部用印尼菜貼個食材，個菜係好多幾個種個樣係啦。將個那個乜個南莊嗬行銷出去哈，引來乜個叫做人客過來做得強下了。香菇幫切，係咪？幫我切嗎？好，剛才就切一條一條的哦。做得嘛？像呀南莊啊，這年你會動手嘛？這年呢？上禮拜農會嘅，佢就個尖椒咩？到成年呢用嚟種菜。真的？係。哇，杭州的高家的用菜地嘅生意的嗎？在地的小朋友啊，不就是有客家人沒有演出名？哦，多數民族啊，故事都要跟沙琪迪度睇起來真嘅係，大家會什麼就大人教小孩子 Q 下用做，對不對？斷層啊，先拿香菇係嗎？做得哦，這感覺是創意料理呢，你竟然想出來啊？係啊，我是想講，你係因為個南莊嘅農產品啦，我想盡量講咧行銷出去吧。對山地直接到販售，唔但搶來減嘅食物，地產食材同時咪做得俾大家看到蓬萊，像係蓬萊村嘅鐵山烏木米，咪係來到呢一位嘅人做唔得邊個嘅好東西。細細嘅片當地度包含定所有菜地嘅詞，太子有一個做阿妹嘅形象。超強大家是唔拉擺，見到有幾澎湃嘅，但搶用看嘅就當滿足嘅，從係拿到嘅南莊嘅滿漢全席共用哦。臉不要遮住，雖然做的這麼美麗，這麼漂亮，姐妹。也不會錢好用呢，佢薄片當咩可以硬呀，來這邊圍巾呀，哎呀咩做得。哦，剛才沒可以把我條拿單了。謝謝，阿姨要什麼顏色？好，什麼顏色自己選。謝謝。好，藍色最漂亮了。謝謝。哇，理事長，剛剛看到其他地方用一團一團來啊，真係懂鬧捏的哈。係啊係啊。是當地連平日都會有這樣一團一團旅客來玩，這樣。係。
有1月就有啦。哦，对啊，而且刚刚发片东家的，本家的时他们很开心，想说给打铺做带转去。系啊，你这个就是，要用什么呀？客家花布啊，客家花布对不对？好，刚才呢，看见金凤姐在做料理的时候，准备片的时候，我已经真的咬都嘟唔掉咬到肚子边没有，因为它煮的这个菜色真的很丰富，懂澎湃耶，鸡腿啊又有猪肉又有蛋。青菜又都是自己这里种的，还有木耳啊，木米没去给它种啊。这个是甜点的，你讲讲胶原蛋白。对。很棒哦。我们去的时候，给都好炒给3片川，不是等咪咪。还有一个重点，好不是不好吃，就是的，它有没有够厚？有的那个泡泡的，那就拿盆没有那咬劲。它这个是有，也还胶质还多。对，这个一定要试试看，因为它是有创意嘛，就在地的贵族笋啊，对不对？贵族笋、香菇、红萝卜、塔蛋、蒲味干，对不对？塔蛋对，用蒲味干塔啦。好脆哦。南庄较冷啊，较高山啦，竹笋吼，很嫩啦。因为就连这个饭都懂好吃的。系哦，这个饭也是在地的饭吗？对，我园林村啊、南埔啊吼，2村都有4田啊，有鹅啊，各咧鹅跟米啊，都供应南庄也是啦。就在讲韩国、台湾各地已经很少吃到鬼炸便当，就连饭都是在地的人，只差便当盒不是而已。对，花叶也是用环保筷，环保筷也用跟那行的做，木罐对不对？木罐做。所以像安永这种算是什么故事便当、特色便当？蓬莱村哦，有个林业很发达，读书的人当多。后边呢有打摊的人当多，打摊然后读书的就做工的啦。做工人啊，到处头都是饭包啦。你连饭包都跟这些来的游客讲故事就成对，真的讲故事讲，俺妈妈阿婆哦，喊你就种菜哦，种的菜哦，按多哦，以为就可以做饭包哦。某些用挺好的。我凤来村的故事，就一般客家人，一般塞夏族的原住民，我就穷块土地成发，希望。用安尼轻旅行啊，能够带通你那个社区啊，大家的感情。对，很重要的重点是让你们自己先团结起来，对不对？那都联谊感情。真嘅。嗰個社區都安尼發通啊，有人來了啊，佢當快樂啊。也老嘅坐到社區樣長照嘅啊，冇咁樣啊。我坐到社區長照本照顧，就當然要請人嚟搞嘛嘅呀。我也好做本人看啊，就發飯包啊，做飯包啊。嚟種菜啊，嗰幾有啲我係仲快樂。對，有事情做，感覺動蠻久啊。有人嚟看佢，有看人啊。這係一群對南莊蓬萊村嘅菜地子弟，落實做發落故鄉嘅心意，透過細里行聯繫蓬萊嘅特色，本大家做得深入了解了味，食到美食嘅菜地，地地度行卡本了味有嘅生命力。結束嘅細里行，沙丁來啲食那個一味蓬萊海學出來嘅清甜美食哦。南莊一道邊嘅好山好水，唔但只係菜地人非常嘅珍惜。今日咧，我來前面嘅一個對童小來嘅抗癌鬥士哦，一個老太哥呢來到一個南莊嘅所在來修身養息。聽講啊，佢係用一味嘅3000歲，又係台灣調，而且啊當皮又當好食咯。叫我來啲前記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老太哥。你好，你好。老金玉太哥，同小客家人，元旦做建築業，19年前檢查出速度嘅最困難，故所特別搬到南莊來養病，還可用天然嘅3000水來學台灣調，遠離元旦濕濕黏黏嘅生活。
常日做水做好，本自然机制来医家嘅身体，用乐观嘅心来对抗病痛。上是我两是才爱香。这就是你说，哎，天哪，好大只哦！有没有？你喜欢哪一只？我挑食很喜哇，你喜欢哪一只？哪一只？哎，你这个是我看你是用活水煮的哦。对，真的。山泉水直接下来。车架爬了，这些完全没有污染。完全没有污染，对不对？爸爸他其实啊，以前是在做土木工程，那他最后一件工程就是在南庄。哦，对，他被这里的景色宜人，还有这些好山好水就被吸引了。那所以就是呢，他希望说他退休之后能够来这边生活这样。对，但是因为生病，所以提早来，我就觉得说哇，那个。反而是来到这边，刚好可以好好的调养自己的步调啊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都在也跟吴国瑜那么厉害，因为啊，来之前啊就有唐贡要倒闭的腿半雕啊，真的是台湾数1数2厉害的鱼，对不对？你要抓吗？阿公抓一个给你看好不好？哦，有吗？但他的活动力非常强。哇，有了！怎么会这样？好香哦！我这一层啊，真嘅係添加圈呀嘅茶面嘅素菜，可是我真的吃到清香的茶叶，真嘅一点都没有夸张哦，哎，它真的很烈的嗰種香味。好大只哦！它的给它身体按钮啷啷哎，这可以抓吗？会我你要打晕才能抓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看它有我整只手背那么大只哎！好了，来听一把看到安泰米的那个腿板雕，而且我发现啊，它是连那个这个腮帮子这边跟水粉色的，对，真的现捞的，现捞，全是我们现烤，现烤。台湾雕一般按照复苏对偏海嘅抵抗力、老环境嘅适应力当强，又因为其系插实铁性，学起来无按困难。用3千水学出来嘅台湾雕，真然就会无穷用哦。两面系好品质最重要嘅原因，其有太有皮嘅长度，完全超过我嘅想象。哇，好呀，一定要问太大先生可以哈，大哥。这个连鱼杀完了之后，它还是可以的，非常的新鲜，而且它头头有看起来度是低度，哎，它的鱼肉是水粉色的嘞，粉红色的。你很害怕这种腿板雕会有那种出手咪？完全再一次确认，完全没有。对，而且它还有略略那种，你知道，像是你看3千水跟一种轻轻的那种水的香气这样子。烤肉了，烤鱼，先过中秋节，先过中秋节。对啊，你这个你是要用盐烤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是天然的出盐。天然的出盐。对，我知道这个是不是要把它的那个甜味锁进去？对，吃原味。对，下锅了。哦，这样就下去了吗？然后来，下来。另外一面再弄上去。对，厉害。厉害。然后全部捞给收黑了，对不对？尤其是这个下巴，等一下我要吃的地方，真的最好的。好，这样就好了哈。还有一个绝招。还有什么绝招？啊，可是你盖起来，我就不知道它要什么时候熟哎。15分。哦，开始计时15分钟。对。哦，一面再翻面，也再烤15分钟。对。2面都烤15分钟。第2次的话是烧13分、14分就可以。盐配唔是几多调味，处理好崩类过后，唔是靠淋就做得手盐。
一面配15分钟，变过來個配13分鐘，兩咪係食出7甜鹽米最直接嘅料理哦。你刚才说这个要做什么料理啊？茶香，茶雕，对，高山茶，对真的，哎，哎呦，很香哎，来香这小菜才是，没有啥药吧？而且是有完全没有啥，完全没有啥药。而且是有好，那等一下我们要放到这锅子里面吗？对，丢落去。哦，这什么锅？很好喝，只要放进去就会变得很漂亮出来对。啊，这个交给我啊。好，因为刚才那个技术比较难一点。好，先从鱼身开始，对不对？哦，你看，当下拿起来，我摸到那个肉的时候就懂有感觉，那种皮对对的黏液就代表冻期，对，很新鲜。啊，我把这个茶米塞到底肚去。对，看我喜欢吃多浓，对不对？香2、4、1，沙拉油花，要一点点下来，一点点沙拉油，要等多久？它10分钟。OK， 好，让它煮。大哥，听说你这边还会帮助其他的癌友哦，要怎么做？带他们去捞鱼吗？鱼癌以后，对，他心里会好像很儿时，有些人他会想去杀呀，还是就是发生的时候心里合小。那真的有他们来的时候，就等于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就其他人就一直把这样子的帮忙传下去。对，来上这里以后，好像重生。对。生命真件可贵，现下成法已經當地族食福。這個茶雕魚存下來嘅魚頭魚米，未早就拿來做湯，加到嘅米漿調味，個加入豆腐。沙丁甜葉酸頭麥，好食材接簡單料理來搭配，輕輕鬆鬆就做得食到香撲撲嘅魚湯料。客家話啊，有一句話這樣說：餓到肚子變背囊，就是咬到肚子變背囊，太餓了。而且剛烤好之後，真的，我現在就要立刻趕快吃，趁熱吃，趁熱吃。哇、你看这个鱼肉太夸张了，完完整整的。你这可以很怕吃那种有没有鱼夹到骨头人，这个太幸福了吧？好细的肉啊，懂油懂嫩呢，它肉好甜哦，它完全呀，太好吃了吧？比鳕鱼还更油嫩呢。大家一般的印象会有一种味道。这个是完完全没有，好好吃啊！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鱼油的香气，有这种omega 跟调味。你刚才说用那3潜水来用啊，3潜水来养，它其实要养的时间更长，对不对？对，水比较香，所以说生长的时间慢慢长，慢慢的。高山蔬菜为什么好吃？就因为它也生长时间比较长。对，所以。道理是一样的，道理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让你要茶香。哎，可娇，听说你这个也是今天第一天吃？对，这个是托你的福。它这个是隐藏版料理，而且其实是要看山上有没有比较 NG 的茶叶，你们就是不要浪费食材，对，这样真的。而且哈，我现在想上开车要谢谢2分钟呢。要开上去踩，这才要15分钟啊！要谢谢2分钟。哇！因为刚才我私底下都在聊可威大追顾威时间，可威有说这个茶叶啊，其实是帮那个罗爸爸。我一直很小的时候有时候谢医师。他是那时候发现你有生病，叫你去看医生，对，所以是你的贵人。对，今天吃这条鱼，带着感恩的心来吃。好香哦！我这一层啊，真给黑青加偏要给茶米的所在，不是我真的吃到清香的茶叶，真给一点都没有夸张哦，感觉它真的很贴都给种香味耶。我觉得我现在吃到这个有啊，我好像闻到就是像你从大洲的时间啦，那都茶园闻到那个第一股的清晨的清香，清的茶香那种味道。
这村唔太村，切推是爱食个当好食嘅秘密之一。软嫩嘅肉质完全冇醋香味，落嘴过后全部都是泉水吸出来嘅气条，唔香茶味向下变出最好喝嘅技巧。安样嘅好东西，我讲本爱食咧唔想赚，咪系真经嘅呢。都要倒闭耶，你调养自己的身体呀、然后一方面呢，其实也你刚刚讲到有很多其他的癌友来这边跟你一起来取经。我们现场有癌症患者是需要就是很有农药，很有恩啊，现在是好。就是最好，就是其实有时候你真有都那样子的难关的时候，你才知道，什么样饮食是最重要，那什么是可以放下，什么是应该要好好重视的，这样子。就他刚刚讲的，饮食是非常重要，所以他开始学自己种菜。那这些中间，其实我们有认识在地很多农夫，那我们希望说能够跟其他人一起共好，就是不用惯性农法，那就是用最天然的方式、原始的方式在种植这样子。真给大哥，我其实今天最佩服的人是你，因为我来之前我就知道你可以给懂勇敢给我们说抗癌的都是。如果真的可以回到10年前的话，你觉得有什么话可以跟泰嘎的分享的说吗？有一些学下来，不要熬夜，因为我以前就是熬夜，越熟太熟，才会这样。真嘅，它都在根本就是身体有一天是要休息的时间。对，去一下把时间留给家人，多跟家人聚在一起，这是最好。好在现在孙子要找妈妈的时候，还可以顺便找到阿公，在这边可以一起玩这样子，还可以玩一个，然后天伦之乐是最棒的。可能记得认真嘅想法，面对生命嘅缺憾，用正面能量影响顺头嘅人。我从未知道心都好有一个角头本佢走讲，对我来讲，这就是人性最强嘅呈现。经过不平嘅困难路上，这不卡人特别珍惜现下，因为人生千米嘛嘅都带唔走，唯一做得为大家做嘅。就是留下几道清心清丽嘅心意。南州黄埔嘅两姊妹都係退休嘅年紀，轉到家鄉來創業，用料理燃燒夢想。蓬萊村嘅里面鄉親個個發揮真相，為呢個社區帶來嘅新嘅生命力。羅太高兩子呀，希望傳達正面嘅能量，犧牲同樣都係為了更好嘅想法。呢道良善嘅心意，每就將一條蓬萊海帶來嘅美好，為呢個山上帶來嘅本人留戀嘅故事。我記得咯，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燃燒。下週好美食，我哋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調重現。春風過去長命道，後面愛靠谷雨天。烈下小馬唔下線，夢中淚雨風思念。西瓜青甜，望你望太初不念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甜歸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收歇十半夜，四季輪迴又一年。